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行政议会伫今仔日通过调降成年年岁民法等相关修法草案，加20岁成年降到18岁。中国军机伫今仔日佫出现伫台湾的西南部空袭，行政议会也决定81年的总预算，国防预算有3600多亿。前总统李登辉被释了后，明仔载会进行火化，伊领队伍也会谢总统负责人表示顺利。行政议会伫今仔日通过调降成年年岁的民法等相关修法草案，加20岁成年降低到18岁就成年，查甫查某也全部改做是18岁才会当结婚。政府委员罗秉成表示，有100外个国家把成年的年岁定伫18岁，这草案也会送到立法院审议，这也是政府为18岁公民权修宪所做的准备。嘉奖湾无地凯拄安湾16岁少年选过当大人，这是台南市传统的成年礼。伫现实生活中，真正的成年人是20岁，不过伫行政议会13号早起已经通过调降包括民法等相关修法草案，未来满18岁可以当算是成年人。世界的主要国家，包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有110个国家，他们所采用的成年年龄都是18岁了，这是一个国际上的潮流。跟其他的，比如刑法的刑事责任年龄，就是定为18岁的完全责任年龄有落差，在这种情形底下，有一点权责不相当的情形，所以也利用这次的修法，都统一为18岁，行政议会通过38项调降成年年岁相关修法草案，其中成年人的年岁降到18岁，为着主张性别平等，男女会当结婚的年岁嘛修正是18岁，订婚的年岁是17岁。意思就是未来伫生活只要满18岁，可以当家己买手机啊、租厝，嘛会当办信用卡，可以当做公司的发起人，甚至提出诉讼等等。自主权提悬啊，对想要大汉的少年人来讲，可能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对时大人来讲，敢若无啥会当接受。我是赞成的，有自己的负担能力，这样的话是可以的。应该还蛮好的，提早可以自己决定自己要做的事情了。我觉得不合理。怎么说？因为太小啊，自己都养不活自己呀，还要结婚。草案经过议会通过了后，会送入立法院审议，但因为民法成年的年岁调降，牵涉到民众的权益，而且相关的法令数量真多，至少需要2档的时间来讨论，因此暂定实施的日期是2023年。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伫议会表示，18岁公民权修宪当伫讨论中，政府先搬到法律面，为民众法律适用先做好准备。记者郭强、吴德新台北报道。讲到中国军机伫今仔日又搁出现伫台湾西南部空袭咯。虽然讲咱的空军有随甲因公布距离，不过这回会议当中却出现领空这2字，引起众人关注。另外，行政议会伫今仔日决定81年的总预算，其中国防预算有3600多亿，比今年加156亿。不过，就学者认为讲，预算有关是真不足。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领空，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中国军机13个一届入侵台湾西南部的空袭，空军虽利用广播甲驱离，不过头一届广播的时阵，真罕见使用领空这2字，引发外界的关心。中国军机敢是搁下过海峡中线？进入到我们的领空跟空域基本上所代表的意涵是类同的。国军强调讲，对台海附近的情势拢有掌握。也若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才结束访问台湾的行程，解放军负责对台湾主战任务的东部战区发言人张春辉表示，最近伫台湾海峡的南北平做几下军警的联合作战演练，而且呛讲，若有国家介入台湾的问题，一定会反击一切制造台独、甲分裂国家起事的行为。也若军演的地点去互解脱的，包括浙江甲舟山海峡11到13的时段演练。所谓的舟山军演，它是一个年度的例行性的军演，它的位阶比较接近是操作面的，不是一个演习。军演的规模是相对有限，可是又把它变成说是一个大外宣的一个说法。学者分析，演练的重点会放伫战斗机转场、甲陆军部队转运等等的任务。面对中国的威胁，行政院110年的国防预算达到3668亿，比今年增加156亿，成长4.44%，创下这几年的新高。不过，有学者认为讲，要是不够。以台湾一年人员的医师费是要1500亿，作业医师费甲军事投资比例若是同款，应该要变到4500亿。
你要募兵制，一定会比征兵制来的花费比较多啊。而且很多可能是在人员的一些要达到这些人力需求的话，你必须要去做一些调整。国防部表示，加上新型的战机采购的特别预算是290亿，还有基金的预算576亿，整体预算达到4534亿，占 GDP 的比例2.36%。预算的重点会用在强化主战装备，加速发展战力，加强国防自主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年，伫咧台湾节节出现中国间谍案，正高发生日军北军团有一名中校的情报官，涉嫌伫今年7月汉光演习期间，用手机偷翕演习作战的计划资料，想要出卖情报。国防部也强调讲，有及时走动落来，无互机密泄露出去。国军搁在传出军情泄露的案件，有媒体报道，日军八军团有一位姓尤的中校情报官。涉嫌伫今年7月汉光演习期间，用无插 SIM 卡的地球型手机翕演习作战计划等资料，搁将手机寄去金门想要卖，好加在军检单位及时甲查来。即马这位姓尤的中校被关入咧金门监狱，检方也正伫咧调查这件案件是毋是有甲中共联络。这是国防部与国安单位共同调查，由检调依法指挥侦办的案件。由于及时的侦破，成功的阻止机密资料没有外泄。这个是例行性演习，没有什么机密，但是我们不要小看光是阵地配置每个单位的部署跟调动的时间，其实这些都是机密。这位40几岁姓尤的军官，今年6月才调到八军团，进前伫咧陆军华防部做10年，捌做到营长。军方甲检调也到华防部调查情资是毋是外漏。建议国防部应该把我们新修订的，不管是国安法、刑法跟我们的陆海空军刑法，要好好再做一次的教育。最重的会有7年以上到无期徒刑。刘伟讲，去年国安5法修法了，强调案的法制加重，希望一旦协助有心人士。国防部也强调，中共的渗透手法愈来愈创新，找空找芳，会继续借由联防机制加措施积极反制。记者综合报道。进前伫咧做国会助理的李玉涵单位人甲林永达，去互指控涉嫌中国政治单位甲人吸收器，变作是内神通过鬼要偷摕国安证书，也想要摕到蔡英文的健保资料，以及到民进党选总统的资讯，甚至阁想要买收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身躯边的人，毋过也去互拒绝啦。台北地方法院伫今仔日下晡也裁定李玉涵甲单位人用6万甲10万块交保，也限制因出境出海。前国会助理单位人李玉涵13被移送台北地方法院，因甲监管是前国会助理的林永达。涉嫌强谍案，伫咧国会政党媒体记者之间吸收成员，想要发展组织，收集政党的内部资料、个人出入境记录，也个健保的资讯，被北检依照违反国家安全法起诉。性被告等3人涉嫌违反修正前之国家安全法有关为大陆地区公务机构发展组织之计未遂罪嫌等，经检察官侦查终结，提起公诉。北检调查强谍案，查出因自2012年开始利用职务协助化名叫做吴冠良的中国情报人员收集咱国的证书。2016年透过迄当阵担任国政会4单的助理研究员，收集国共论坛的开会资料。同一年，在周刊网的记者想要摕到警政署内部法轮功等反共团体的资料，也搁互对方拒绝。2017年，自由资讯处理的专业人员想要偷摕总统蔡英文的健保资料，也互拒绝。2018年，在民进党总调郭建明的随后，想要摕到民进党内总统选举的相关证书，也互人拒绝。国安问题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我们司法单位勿忘勿重一定要严正办案。那国会加民间团体，因也被指控想要渗透总统府加外交部等政府部门，吸收包括总统府的姓吴的科员，也个迄当阵担任咱国驻莫斯科代表处的姓赖的外交人员。验过检方伫咧调查了，认为2个人犯罪嫌疑不足，无起诉处分。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李登辉别逝了后，明仔载进行火化，透早会先伫济南教会进行追思礼拜。落尾伊领的车队也会设总统府一殿，表示最后的顺利。总统府表示讲，安葬的代志会经过地方代官会议，也阁有家属讨论了后，才会公布相关的细节。
前总统李登辉7月30过身，则是被火化。预计早起6点半，自台北营总移灵到立法院边爱济南教会，伫教会做追思礼拜，了沿凯道、中兴南路、贵阳路、博爱路各设总统府一殿做最后巡礼。中昼到第2殡仪馆火化，家属会甲骨灰暂托去翠山庄暂时安放。那为了尊重家属，所以相关的细节我们不便公开跟透露，那也不会发布相关的新闻。那但是相关的安排，包括了交通安全等部署跟安排各单位都会尽全力的来协助家属。经济南教会举行安息追思礼拜，原因是因为李登辉是正虔诚的基督徒。总统府工作小组尊重李登辉生前的宗教信仰甲家属的意愿，而且伊上疼爱查某孙李坤仪也是伫咧遮结婚。李登辉迄当阵就真唔甘。李登辉的姑囝李宪文过身的时阵，也是伫咧济南教会办追思礼拜，所以甲济南教会应缘诚深。因为五指山的国军公墓旺季也未整理好势，所以下葬时间也未讨论。总统府讲会赶紧开地上台湾会议，甲家属讨论了才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捷克的参议院议长韦德奇甲普拉格的市长赫利会伫8月30到9月初4这段期间访问台湾。这回访问团一行90人，也拢会遵照着规定来进行采检。当日捷克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支持讲，因来访问台湾。捷克参议长韦德奇受立法院长休锡坤邀请要来台湾访问，布拉格市长赫吉普也表示要甲斗阵来，甚至伫行李箱放台湾国旗。外交部宣布，捷克访问团要伫8月30到9月初4来台湾，也显示坚定维护民主自由等3种意思。原本要来台湾的前参议议长柯佳洛雄雄过身，太太也要斗阵来完成遗愿，就是要彰显维护民主自由的决心。不会屈服中共威权的胁迫，因此，他特别邀请柯佳洛的遗孀参团访台，完成柯氏的遗愿。自称台湾迷布拉格市长赫吉普去年就捌来台湾，布拉格佮甲台北市结为姐妹市。台北市长吴忒伫2010指挥城市首长高峰会线上论坛中，也对赫吉普要到台湾表示欢迎。赫吉普佮分享布拉格的防疫经验。另外呢，我想我们希望也能够从台北这边来学习。韦德奇甲赫吉普不只是带40万位捷克企业领袖来台，更重要研究机构甲捷克爱家庭文化团体90人以包机方式来台湾，更遵照指挥中心要求，赴核酸检测阴性，到台湾也个采检一摆，团进团出。因为人数真济，外交部接待人员要升上防疫训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才伫捷克访问，也对韦德奇因访台表示支持。Your Senate President will make that trip to Taiwan later this month, fulfilling the wishes of his late predecessor. Good on him. No two that America is supporting will always do it. 蓬佩奥伫捷克的演讲也批评中国所带来威胁，比冷战时期苏联更较歹对付。中国外交部是对捷克参议长甲布拉格市长要访问台湾真不满，希望布拉格当局早日纠正错误，各名分裂国家注定遗臭万年。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发生食汉药造成重金属严重的案件，今夜查到3间中医诊所使用违法的禁药注射，到今为止已经超过20人中毒啊！台中市法制局也表示讲，受害者人数已经达到团体诉讼的标准，也已经协调消基会受理，协助这寡受害者甲诊所以及着药厂要求赔偿。台中市前议长张丰年一家伙4个人严重毒的案件，还阁继续伫咧探。到8月12日为止，去病院检查的人数拢总有195个人，会内底验超标的人数有21个人。他是自费药王，他自己还没去验，他就想说先验这个药这样子。台中汉药严重毒的案件，互民众是真惊吓，不少民众对汉药开始产生疑虑。我在那边吃这个药吃很久了，我担心会有最近爆发的这些问题啊。我会去做抽血检查，再看看结果了。台中市政府表示，会持续追踪后手的情形。台中市法制局表示，会协调消基会协助受害的民众，
向提供药材的兴隆药业，也有姓董、救护等等的中医诊所提起团体诉讼。团体诉讼求偿的范围是包含他的医药费，还有他如果有工作因此住院不能工作的损失，相关的中毒造成精神上的损害，有精神慰抚金的损害赔偿也可以提出。我绝不使用禁药。台中中医诊所违法使用禁药，严重影响到中医的形象。下晡中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召开记者会，强调讲要打击不法医师甲药商的立场，嘛宣布会招全国22个县市的中医师工会共同签署用药安全自律公约。卫生主管机关加强查缉，才能够让民众用药更安心。也会成立跟国家中药研究所成立一个咨询的平台，用药的安全疑虑上有问题，也欢迎来电，我们会做很详细的一个解释。为了宣示中医界保卫用药安全的决心，中医师工会全联会嘛甲消基会签约。若是民众对使用当中的药粉有疑虑，检验的费用，中医师工会全联会会负担一半，希望全民做伙来监督汉药的安全，甲民众对中医的信任搁找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外国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发生大爆炸，航港局也会同港务公司针对着台中港区的万海、中营这两个货柜站，以及着联华气体公司所藏的硝酸铵仓库进行联合检视。交通部的航港局也要求讲，每一个港务分公司都要了解硝酸铵的数量到底有偌济。台中市政府航港局甲台中港务分公司13针对万海、中营甲联华气体公司。做台中港区硝酸铵的联合督导，港务公司针对全国的港口做总清点，到8月初6为止的统计，基隆港有11个货柜，台中港有28个，高雄港14个。不过，台中港务分公司的数字煞一直变来变去，原本讲12尾暗已经全部载出去啊。不过13个联合督导，阁发现万海也有20个硝酸铵的货柜。万海的柜场里面有20个柜子。那其中有9个柜子在今天会运离港区，入夜以后应该是还有11个柜子在万海的柜区。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除了这20个货柜以外，其他放货柜的所在是无放硝酸铵的。不过，针对这20个货柜是当时入港的，却无法度掌握。港务局表示，硝酸铵一定要放在特定的区域，港务公司应该确实掌握相关的资讯。储放量，你就是看它的储放区专区一定要划设。它如果专区它的区域足够大，它就可以放足够的量。参与联合督导的台中市副市长陈子敬，针对台中港务分公司对港区硝酸铵的数量无法度掌握的代志，伊讲伊是相信因的专业度。一直都在变动，也不是说替公司有做什么特别的这个什么，保证怎么样的。但是以刚刚所看到的，我们是觉得可以让市民放心了。硝酸铵到底敢有安全？台中市消防局表示，硝酸铵本身虽然是较安定的，温度170度的时阵会扬起，不过产生的笑气会有大规模脱烧的风险。硝酸铵遇到热会分解嘛，笑气也算是有点算是一种助燃性的一个气体，燃烧的状况会特别猛烈这样。港务公司表示，硝酸铵不是上港法规范的，24点钟内爱离开港口有危险的物件。法规顶悬并无规定爱限制时间离开港口。不过，未来逐工拢会甲业者做数量的清点甲汇报，嘛落实港区硝酸铵数量的管理，避免业者弄规定的空棚超量放硝酸铵。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咧古早有人讲求亲不忠，致死人命，警察发现讲利用权势甲人炒大案件。伫咧顶个月新北市卫生局有一个姓林的查甫员工选择行地路，是因为伊也在面册顶头指控伊的顶司利用权势甲伊炒大。受害者的家属也决定讲要召开记者会，也决定要告这位顶司。立省基金会也表示讲利用权势甲人炒大，伫法律顶头真歹举证，也希望透过修法来加重刑责。今年7月初3，一位新北市卫生局姓林的女员工跳楼自杀，伫 FB 写上清理，讲互已经结婚的姓廖的顶司性侵害强迫交访，希望用家己的性命互大家知影真相。伫咧伊自杀1个月了，家属第13开记者会，决定采取司法行动，告这个姓廖的男子。甲代志调查清楚，也念一张伤心的老母写予查某囝的批。看到瘦弱的你几乎粉身碎骨，碎裂的脸上还留着惊吓，这种痛真的很痛。
身为亲哥哥的我，觉得非常的愧疚。我没有保护好我的妹妹，才会让她遇到这种事情。立宪基金会讲，林姓女子面对的是这场的权势性暴力，在司法的事务上对权势性侵正歹认定，无亲像看会到的暴力威胁。对加害者行为正派估警，他可能会用是说，你是这个破坏家庭的一个第三者的一个立场。虽然这些被害人可能是成年人，可事实上是在权力的一个压迫下，他们的处境可能跟孩子也一样。不论是胜败，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可以查明真相，然后去理解这件事情还原经过的机会。当然，其实发生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说，其实卫生局做的同仁们都是非常难过不舍。在后续的部分，其实有协助家属非常多，遗族的这个关怀。新北市卫生局讲，全力配合检方的约谈调查，实际靠廖姓男子的手机全无音信箱无回应。网友伫 FB 发起无发声无代表无发声，也上传用手甲喙捂起的相片声援。公共政治平台要民众提案，修改刑法228条，让权势性高应该并列刑法222条，加重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记者综合报道。在最近，关务署拢有查到讲，对外国来说假作是台湾做的喙罨，连续2天以来，就已经伫边境查到14万底。就药师也提醒民众买喙罨的时阵，就要特别注意外口的包装，以及也阁有就要有外口爱印许可证。海关人员用刀仔甲包裹拆开，内底有红色、蓝色、黄色各种色水的喙罨，拢总用塑胶袋甲包咧。顶管写 Made in 台湾制造的喙罨，其实这是为中国或者是香港来伪造产地的喙罨，最近大量引入来台湾。标示 Made in 台湾式啊，疑似就是有虚标情事。财政部关务署最近加强稽查假喙罨，查10才查到7350块 Made in 台湾伪造产地的喙罨，11阁查到315件，有13万3000块喙罨，2天已经查到超过14万块，全部拢是为中国或者是香港来的。疫情要小袂退，喙罨加做防疫一定要有的物件，民众若要买喙罨，也是要会晓细字辨识。会先查再买，比如说 PC Home 啊、乐天这种比较会让人家相信的网站去买。像我上网我都不敢买。对啊，你上网你买到大陆的话，你怎么办？关务署表示，非医疗用的喙罨嘛要依法标示产地，要若进口医疗用的喙罨，就要向食药署申请输入的许可证。药署表示，假的喙罨是真恶用目睭来区别，而且无医疗用的喙罨的保护能力，恐惊会造成防疫的空隙。在临床上的一个抽验，大陆制的口罩，它的这个等于说是BFP， 等于说它的过滤率可能只有10%，并没有办法预防这个病毒跟细菌的一个过滤，搞不好连布口罩的效果都没有。医疗用的喙罨是属于医疗器材，若要卖，就要摕到卫生局核发的贩卖药商许可执照。药师提醒民众，若要买喙罨的时阵，应该要注意包装敢是有完整，包装顶管敢有厂商的资讯，许可证的字号嘛要写甲一清二楚，避免去买到仿的假喙罨。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业者甲鸡仔饲较少，搁再加上天气炎热，产量也变较少。第4把鸡仔的价销随起15%。农委会也表示讲，希望伫8月底以后，产量会大大恢复。这间鸡排专卖店供应是用国产的白肉鸡，肉正高，汁够多。业者讲，白肉鸡的价销最近起袂停，去年底8起5块，不过起算了，白肉鸡价销抑阁一直在起。我们的成本就会比较提高啊，因为又疫情的关系，我们尽量不想要在鸡排方面再调涨。白肉鸡伫咧虾贵甲煎过了，肉又丸正软正侪汁。最近5年消费量一直上涨。农委会讲，这边起价是因为受到疫情甲天气热减产的影响，甲2月比产量减1成，价销起15%，一公斤29块8价销，强要加土鸡仔片价销，这么开始增加产量。生产的周期算是短的，因为毛周大概5周到6周就可以出厨。那我们预期大概8月底到9月中旬，大概毛鸡的生产量会恢复。不过白肉鸡农讲，这边起价恐惊是受到企业甲通路商掌控会员影响，是不合理的现象。因也讲，国内鸡农获利有限。其实涨这么高，影响的就是用的这些店家，他有的人就是他不付成本嘛，那他可能要么涨价，要么他转用成进口肉，所以其实对国产量是有伤害的。
中华民国养鸡协会指出，1807年开始，国外进口鸡排市占率自4成增加到5成，今年是到6成，进口量增加，不过国内把鸡计数一直起，显示产业结构已经破乱。希望农委会小关这一个计数，唔当让规个市场拢破乱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香港伫今仔日又搁宣布讲增加69站武汉肺炎确诊病例，比到一半案例拢是查无感染源的。香港机场管理局也宣布讲，对15开始开放自中国机场出发的旅客会当去香港转机或者是过境。这项宣布也引起香港民众疑虑。另外，中国也出现讲进口的冷冻食品验出武汉肺炎病毒，也搁有实体业者伫网络卖假疫苗。香港最近武汉肺炎确诊的人数，逐天拢维持伫2位数，疫情也未稳定。12才降到33例，12搁增加1倍到62例，13搁宣布新增加69例，其中有一半的病例感染源不明。确诊的患者内底，包括几个外籍移工、警察甲护士，也搁有香港电台一个摒扫的员工，累计死亡人數達到65個人。即係可能80幾啊，或者90幾嘅，即係退休人士啦。咁有啲係家庭主婦啦，有啲都唔係好出街嘅，有啲就係可能喺樓下行下。疫情也未完全受到控制，不過香港機場管理局所宣布講，15開始為中國機場出發的旅客開放經過香港國際機場轉機或者是過境，所無說明講要安怎處理旅客佇登機進前14天內捌去過中國疫情較嚴重的所在的問題，讓香港民眾甲專家是真煩惱。因若中國的疫情新疆烏魯木齊市政府宣布確診的人數降到10個以下，不過事實上，中國衛健委13公告有19例確診，其中8例本土病例攏佇烏魯木齊。全市現有確診病例532例，無症狀感染者130例。昨天新增確診病例自7月22日以來，首次回落到個位數。中國最近佇進口的冷凍食品外包裝頂懸驗出武漢肺炎病毒核酸陽性的反應。安徽武漢為厄瓜多進口冷凍的蝦仔了後，13個標出佇香港邊仔的廣東深圳，嘛佇巴西進口的冷凍雞翅頂懸驗出病毒。因為都要當呢啲嘢都可能係污糟㗎啦，咁所以就凍蝦啊、凍肉啊或者其他，總之唔係即刻可以未煮熟嘅嘢、生嘅嘢，咁佢就好似其他嘅物品咁，你掂咗之後咧就唔好掂眼耳口鼻。中國還出現無良心的業者，佇咧網絡賣武漢肺炎假疫苗，毋但包裝頂懸是寫有名藥廠生產的，還佫用仿的條碼，包裝袂輸是真的共款，而且一劑愛心代票2100。官方呼籲民眾愛細字，嘛愛積極到舉報。記者綜合報道。受到疫情影響，英國今年第2季的 GDP 也達20.4%，這表示講因的經濟正在衰退。另外，美國今年已經有424間企業申請破產，創下這10年來上界懸的紀錄。也若講到南韓，因是宣布講甲結婚會館列做高風險場所，食自助餐排隊要提出來，攏愛掛手套、掛嘴暗。中國今年發生武漢肺炎，正又佫在做大水，嚴重影響到中國內部糧食運送甲生產。想袂到中國油源還佫有幾落萬噸食剩的物件。中國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日前也下令講，愛甲物件食好了，店家也鼓勵講，若準食無完就包回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下令禁止浪費食物。中國真濟所在就重啟2013年發動嘅更換行動。餐廳甲人客食不完的食物包起來，讓人客炸人去。我們那時候也算是80後，還算是沒吃過什麼苦的，但是也是希望小孩子還是要憶苦思甜嘛，啊，不然的話這樣造成浪費的話，養成這種習慣也不太好。武漢的餐飲業協會建議餐廳推行N減1嘅點餐模式，也就是10位人客只敢點9人份的菜，袂當再增加。對2-3位人客，餐廳是推出半份菜加4份的菜，餐廳也會傳一寡花菜啊。若是食不完的菜，會當讓人客包起來炸登去食。我們要合理適量的引導點餐，並且餐後呢要引導顧客進行打包服務，將真正的舌尖上的節約成為一種生活習慣。中國嘅人口有14億，雖然官方講最近幾年中國嘅糧食自我供應嘅比率繼續下降。不過，逐天依然有幾落萬噸嘅糧食互民眾單調。今年中國因為新冠疫情加最近嘅水災，嚴重影響境內糧食嘅生產甲運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7月底其吉林省视察农业。虽然讲中国今年粮食的生产无问题，不过也是点名中国社会浪费粮食的情形，呼吁爱护粮食的危机感。中国官媒最近也开始宣传文明用餐、浪费可体、节约公营的观念，也批评抖音等网络平台大胃王直播，将在相关影片已经被删除下架。记者综合报道。特别正做美国民主党甲伊提名做总统候选人的前副总统拜登，公布加州联邦参议员何锦丽做伊的副手。两个人是头摆对外公开作势。何锦丽也批评川，讲川治国有问题，也强调讲会甲拜登重建国家。民主党这个正副总统候选人拜登甲贺锦丽两个人第一遍合体竞选，伫一间高中体育馆举行闭门活动。只有少数媒体甲工作人员伫咧现场。贺锦丽批评川普无责任、防疫失败，互民众失去性命，经济失业率冲悬，种族的分裂对立也冲到上悬点。America is crying out for leadership. Yet we have a president who cares more about himself than the people who elected him. There's a reason it has hit America worse than any other advanced nation. It's because of Trump's failure to take it seriously from the start. 贺锦丽55岁，是加州的联邦参议员，爸母分别是牙买加裔加印度裔。伫后礼拜民主党党代表大会会正式正做美国史上第3位主要政党提名的女性副总统候选人，也是其中第一个优势人奖。拜登也学了伊的奋斗过程。Little black and brown girls who so often feel overlooked and undervalued in their communities. But today, just maybe, they're seeing themselves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new way as the stuff of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拜登已经77岁，若是当选会是美国史上上老的总统。已经少年移民，学法律地女性做搭配，强调两个人会让随接手重建国家。外界认为伊有正可能做一届就互副手接。记者综合报道。新台币今也变做今年上强的亚洲货币，也因为当日起就人做出俗价买、好价随卖出去的行为。最近就一间大型的粮食贸易商透过远期外汇交易进行套利的行为，交易金额也要到80亿美金。为着要防止这款买贷，中央银行也当要向外商银行进行大规模的专案金检。日前一直进入台湾，和新台币强势走升，加做今年上强阿币。根据6号报道，最近有大型粮食贸易商透过5间外商银行进行远期外汇交易套利，交易金额将近80亿美金。为杜绝差汇外访，中央银行大动作，精检5间外商银行。商应该是进口商，那进口商其实台币走升来说，对它应该是比较有利的。对，那他在这边在持续的买台币是，应该我们可以判断说不是一个避险的动作。那当然有可能是因为目前全球其实大家都在为这个粮食的部分做些准备。那目前盘面上还没有看出很明显的波动。远期外汇交易，又叫做期汇交易，是指交易双方伫成交了后，无马上办理交割，是依照事先约定的汇率，以一种货币买卖另外一种特定金额货币交易。过去央行一直拢认为客户无需要准备十足本金，应对汇率的有期进行交易，常常加做厂商加避险金差汇投机工具。美国的联准会现在在进行 QE 跟宽松，所以央行其实这种在尾盘呢。这个进场来这个买汇主升这样子的一个需求一直都有。如果说去进行这些投机的套利的话，其实也会影响到即期的汇价，让这个台币跟美元的一个供需呢产生影响。顶上上强阿币新台币礼拜四开盘19.52块，小升2分，盘中一度强升1.6角，收伫29.53块，升达0.4分。学者认为，若是未来新台币继续走强，央行进场敢有调解空间的变少，未来会冲击台湾的出口，也会予台湾的疫情了后经济佫活起来产生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高雄市长补选，3位候选人拢讲爱拼经济。当咧规划桥仔头科学园区，嘛有讲到这届补选的问题，正做这届补选的议题之一。也因为园区内面有全台湾头一个公办的有机农场，农民经过10档的拍拼，政府说讲向要收登记予科学园区，民众是大多接受。这个问题是要安怎来处理呢？来看阮的专题报道。是我接好的肉桂，这个已经好几年了。那边是种，开始来的第2年种，已经都将近10年。詹老师甲阮介绍伊的农场，遮有台湾罕见的枸杞，亲像芭乐遮尔大的柠檬，侪特别的食物，拢是伊拍拼10档的成果。想袂到遮的地可能会变成科学园区。台湾的第一个正式伊公办的迄个有机园区嘛，阮当初来的是满腹的希望。有机园区真无简单，你拄迄个开始咧出价呢，你着听到要啥物科学园区要入来，当然我是真惊吓啦。这个中家有机农场是10档前30位农友受到农委会鼓励，政府协调，甲台糖租地做伙入来拍拼的成果，环境真水。即马可能爱收回土地，农民真有助。进前慢慢去中央订情，希望农地甲园区共存。友善的农业会当透过中家这个事件，互规台湾的人拢会注意到讲，会去想去思考讲，有机友善，这对台湾的重要性，咱工业开发敢有迄个需要。原来桥仔头科学园区的计划有262公顷，园区上边拄好是31公顷的有机农场。听到要发展的消息，地方多数表达欢迎。开落了吼，伊会当带动11000个工作机会。以后，阮的后一代。或者是少年一代，因要食头路，就免去走到台北，免走到台中，免走到台南。桥仔头科学园区的计划伫去年通过，按算要引进软体服务甲半导体产业。民进党的陈其迈即摆参选市长，画出脚步爱较紧。伊嘛参访日月光，希望业者会当增加投资。要求讲，阮行政院秘书长甲咱农委会主委，爱甲咱的无共的团体来协调看到找出一个共存大家共同存在是讲双赢的策略。我希望会当保留，因为我感觉因为着想要饲这块地，知影就也要做标准的有机农场，其实饲地爱饲一段足大的时间安尼着。失去掉啊，实在介可惜。你跟你拼电子业，高雄是不是？你会使，这不是咱的主力，会使一部分不是咱的主力。第二，你也要去工厂，你要甲这个环境爱共存哦。3个候选人都赞成有机农场甲园区会当共存，整个计划还未定案。这摆补选嘛，互大家有机会思考经济甲环保敢有双赢的做法。记者陈家军来为做高雄报道。伫咧新北市金山区公所做网络维护员，也就是咱常常所讲的网络小编。这位陈家伟顶礼拜2好亲像因为做事的关系，发生过劳请公司。死者的老爸表示讲，常常是早出门，晚才回来。过身了后，才发现讲，伊一个月加班70点钟以上。新北市金山区公所编辑陈家伟，即期过劳往生。13家属办告别式，伊老爸传定情书，伫公祭前提给新北市长侯友宜，希望调查清楚。他们是认为家伟是太胖了、生病了、什么死了，其实家伟没有，对，太劳累了。但有时候平常回来的时候，坐在椅子不到1秒钟就睡着了。陈家伟29岁，4年前入去区公所做一评估员工，一个人兼媒体组长。FB 的编辑、媒体联络人等几类职务，逐工自早到暗拢伫咧工作。包括金山区公所的 FB， 最近的大部分拢是新任的科长廖武辉参加各种的活动。8月初时，陈家伟又搁去廖武辉挂电话的活动，
伫暗时6点外才破文。伊老爸讲，陈家辉本来打算要继续加班，暗时7点外有先登去厝的洗身躯，无想到讲伫咧已经倒来，出来人发现了，赶紧叫救护车，也是救袂大。他那一天回来是蛮高兴的，他说：“爸爸妈妈，我洗澡洗好的时候，我要回7公所。我上来的时候一段时间怎么洗澡洗那么久？对，一进去里面产不开的时候，他已经倒在地上。”陈家辉伫咧学生时期就正热心学校的事务，也捌做过北部大专院校干政北学联的干部。伫咧伊的个别式，就将在大口袋当冲来送伊。比较常跟家伟联系的人，确实家伟在赖啦或者一些叙述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工作量有稍微超过一点点。那我们也觉得他领的薪资有被调低。有伊的朋友质疑新北市府甲区公所。伫代志发生了，想要甲伊压来，要求后友谊一定要甲代志查好清楚，或家属交代。从早上舆情一直到晚上，还有包含 po 文，还要跟活动，他几乎是365天全年无休啊。侯市长是有跟家属在我们面前都有保证说，这些资料呢都不会动。在整个工作流程里面，我们会依法来保存这些相关的资料。陈家辉是毋是有过劳？新北市民政局讲，陈家辉每个月加班的时数差不多70到80点钟，不过约聘5员工，无受劳基法7休1工时的规范。公务基层力量联盟等团体拢观察到，最近公部门首长孟红华编辑自查教函拢地条条破文翕相，真忝。小编促使的这个背后要去检讨的是，这样子过度去包装跟网红化的行销，是不是会造成劳碌，结果甚至可能会过劳这个状况发生？新北市劳工局讲，陈家辉的工时有较悬，伊协助这个案件，向劳动部劳保局申请职业病认定。若是确认是因为过劳往生，劳保的死亡给付会增加10个月基数，补偿家属。不过家属是安尼希望，已经一个成家为往生啊，不要再第2个、第3个、第4个的成家为来牺牲。记者综合报道。若讲到热天时去海边耍水佚佗，游客拢会买真侪防止日头晒的产品。不过，这款产品若是绑到水，就是游入去海里，造成大海危机。就创水业者呼吁民众来耍水，就千万唔通买粉，也莫买防止日头晒的产品。热天有真侪游客会去屏东垦丁或者是小琉球观光，唱水味就去海底看真水的珊瑚礁。最近有唱水味的业者主动伫咧人面册公告讲，无环境抹防晒乳或者是有伪装的游客落水佚佗。7月20号之后，珊瑚就开始大量的白化。是。那我们想说，我们到底可以做哪些事情？那最简单能够从事的，当然就是我们希望游客不要擦防晒下水。因为防晒会对于珊瑚的生长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去海边无抹防晒，较会晒乌去，甚至皮肤会受伤。不过，真侪游客知影部分防晒乳的成分可能危害海洋生态了后，拢愿意配合。为什么？就是怕影响到环境。我可以不要化妆就不要化妆，尽量就是做好戴帽子啊，或者是穿长袖之类的。海参馆研究员表示，最近珊瑚大规模白化，主要是因为气候变迁，海水的温度升悬。不过防晒乳或者是保养品等等的成分，若伤济走入去海里，确实可能会造成环境的危害。你下到水里面溶到海水，那如果当地的那个水流交换不是很好它会累积很多，那这个也会对环境造成影响。要抹防晒也是袂抹，这是个人的选择。买当穿长啊，或者是戴帽啊来炸日头。业者甲学者嘛呼吁讲，若是民众会当用更加友善的方式来对待海洋的生态，买当互人类甲地球好好共同生活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林务局的统计，这2年野生动物救伤的通报案件比5当前加2倍，而且这5当来所救的野生动物就500多只。虽然讲东部建了野生动物救援中心，不过由于是真欠经费，以及着欠卡手。东部野生动物救伤中心是野湾动物保育协会做大同县地上乡大同牧野度假村的空间成立的，这个周末就要开始营运。
野湾协会表示，东部地区陆续野生动物真丰富，不过甲人类生活区域令他性真悬，野生动物受伤的频率也真悬。若是受伤，爱送到屏东或者是台北治疗，死亡风险比西部悬出真济。即马成立东部野生动物救伤中心，花东两县的受伤野生动物都免送去外地治疗，不过目前只有2名兽医甲2名保育人员，医疗资源拢靠各界管来物资甲自手机器，虽然已经达到急救短线治疗顶级，不过医疗设备甲人力拢要搁增加。除非真的数量过多，然后我们有人力上的缺乏的情况下，我们才会需要请求其他单位协助这样。我们比较需要的是 X 光的设备，或是比较高阶的，像超音波，我们可以做更仔细、更好的医疗。东部野生动物救伤中心评估，目前物资甲运作所需要经费，可能甲因支持到10月，希望各界用帮站。另外，治疗了后的动物野防训练场也需要真大空间。台东林业处已经同意提供今年2月启用的龙蛇训练场，予救伤中心使用。记者综合报道。自家业者伫台南后壁北江溪南边的布花起一个加驶场，目前是起到一半，煞去互当地居民抗议，认为讲这加驶臭味会影响到生活品质。13透早就民众去抗议，民众甲业者是无要商量，场面也变甲真紧张。我只要影响到你，我就不会修改。就咱总卖去就好啊，拢卖店卖景点就好啊。市街场的业者甲民众咧对峙，强调讲袂影响到因的权益。不过，当地民众却是愈讲愈激动。业者伫咧后壁区北江溪南平埔花边起加驶场来处理因市街场的加驶。不过，当地民众认为讲，若是真正起落，会影响到当地民众生活的品质。伊即马有牛屎、猪屎，拢会四方八达拢会来啊！啊，是毋是会影响到这个生活品质？迄空气够歹呢？这暗时啊，定到咧坐吼，规拢臭甲个呢。阮是担心伊这段处理过程。会臭会飘散甲阮庄内，伊这上近离阮都4、500公尺。后壁真有名的无美乐社区，现在有观光客来遮佚佗，农村的观光是渐渐愈来愈发展。不过，即马业者要伫咧离无美乐社区500公尺远的所在起加驶场，加上已经合法申请，民众是真烦恼。13招要100个人去现场举布条抗议，要求爱停止起加驶场。透过环保、地政、公务等单位的会办审查，才去做一个容许使用的核发。农业局将持续督促业者应尽到与地方沟通，跟地方做一个友善环境的一个互动。虽然业者强调讲，未收猪甲鸭其他的排泄物来工厂处理，嘛透过技术减少加驶的臭味。不过，民众是无法度接受，要求台南市政府应该提供公有的农牧用地来使用，若无会抗议到底。尾手农业局答应讲，会严格监督业者，而且会甲当地沟通了后，民众才离开，抗议的活动才和平结束。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去年的8月13发生火灾，甲油人新股的楼庄产局场烧了。经过1冬的物资甲重建，除了主要的排练场以外，其他所在也拢完成甲差不多啊。油人新股也推出新作品《这一天》，希望替世界祈福，也找出家己的出路。为古典文献研究动作配合音乐甲节奏编排鼓舞祭天仪式，这是油人新股上新作品《祭天》。去年8月13，一场大火烧掉油人新股老泉山剧场，这段期间，团队经由文化部紧急救难经费协助，佮发起物资重建这计划，结果今年佮拄到肺炎疫情。一场大火已经把游人就是忙碌的行程给烧毁了家。那现在呢，又来了一个疫情。我这一生这么努力、这么认真的在从事自己有兴趣的这个梦想，难道它是人类在出现困顿的时候最不需要的？在遇到人们困顿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相连打击，让大家重新思考人甲自然的关系。过去半年以来，学甲山林共生以自然方式重建。目前除了主要排练场建筑也搁设计阶段以外，其他大部分拢完工。就连伫大会中烧害铜锣乐器、牛跳摇身的生命。铜锣的部分也都是我们这次的残片古志里面的这个笔画里面的一部分。
运美术馆的那个位置是旧的烧掉的排练场，铁皮那些枕木，我们是搬过来搬过去，又舍不得丢。祭天这个作品不是一个表演而已，它其实是一个真正在祈福的仪式，是要为世界祈福，但同时也是为自己找活路。虽然火灾甲疫情对表演艺术带来严重伤害，不过无法度阻止游人继续创作。希望用这天为世界祈福，佮邀请民众来欣赏演出，来见证游人的在后重生之路。记者综合报道。发生伫咧1952年的六窟事件，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针对着中共地下党所发动的大规模镇压行动，真侪史料交代也要公开，而且伫咧这所在正要举办活动，要将这故事讲予在地人知。一张的图画来讲出对阿公的记忆，同时嘛是六窟事件的经过。他们上来。听说啦，上来是挨家挨户都有卫兵，都是守着，要出入都是需要登记的。六窟事件是白色恐怖初期台湾上大的一件政治案，当初无经过详细调查，政府就用公权力将人抓起来，唔那防抓起来人上济，尤其佫牵涉到全家会。我们家族的话，受这个事件的影响哦，就比较少亲戚朋友。所以大家对我们避而远之，所以以前小时候啊，觉得家里面的亲戚很少，朋友很少。1952年潘炳辉雄雄失踪，1960年佮雄雄回厝来，潘炳辉变甲无爱讲话。这8冬的时间，无人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孙仔潘世贤后来看相关的记录，才理解阿公的身躯顶有什么款的历史伤痕。用政治受难者第3代的视角来讲的故事啊，透过这些故事的呈现，再搭配高登丽老师这个丰富精彩的这个图画啊，其实可以非常生动的让大家用一个相对没有那么压力来认识自己在地的历史啊。用讲故事的方式，互民众理解当初判决经过，也毋过六窟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其实真侪国家档案、历史资料拢无公开。都说六窟事件的展出，用人甲人的关系来思考过去发生伫这块土地历史，嘛感受大时代下底的社会气氛。记者杨淑晴、谢桂林台北报道。观众朋友，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北部地区对26度到35度，中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南部地区对25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6度到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27度到34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跟的时间咱再会。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咿呀咿咿困，一暝大一寸。我是阿朱怡啦，咱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囡仔出世到大济礼俗，主题就是大济。乖哦。
稻蔗汉字写做稻蔗，罗马字写做多乌多，子会蔗，稻第7条，蔗第3条。出世就是婴儿离开妈妈的身躯来到人世间，迄阵上重要的工课就是产婆爱甲红婴仔转财。咔嚓啊！红婴仔出世3天叫做3雕，即天爱请捡囝某，也就是产婆来处理，甲红婴仔洗身躯做胆。囡仔大汉有胆有勇气，了后拜神明拜床母，甲红婴仔号名。妈妈甲红婴仔生落来了后，爱做月内，等1个月到，叫做满月。满月时，亲情会来做满月，迄阵就爱翕油饭献亲情甲厝边。古早婴仔满4月日有开操做4月日的礼俗，开操就是婴仔开始食肉。做4月日上趣味的就是甲婴仔收烂，互婴仔咬大汉。哎呀，阿嬷食一个好食好稻蔗就是红婴仔出世满1冬，也就是婴仔1岁的生日，即天会甲婴仔做稻蔗。落土时8字命，意思是讲大个人的命运好歹，伫出世的时就确定啊。不过，咱嘛阁有一句俗语讲，爱拼才会赢。咧鼓励人唔通伤相信落土时8字命，家己的命运家己拍拼。阁有一句俗语讲查某囝嫁娘咧当财，娘咧就是妈妈。查某囝嫁有生产经验的妈妈，安怎当财？意思是咧讲外行领导内行。溜稻蔗当财，做胆做月内，收烂落土时8字命。查某囝嫁娘咧当财。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乖阿嬷笑来，阿嬷抱去，抱起来呀，抱起来呀！